啊，唱母语好了，唱母语。啊，我唱一首歌，是我跟我妈妈学的第一首母语歌。这首歌也不知道怎么流传哦，就是大概也是民国大概50、60年代的时候吧。那时候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开始慢慢的离开部落啊，去外面工作，就是台湾经济的起飞的那个时代。原住民的溃啊，全部投资在那种10大建设里面，就是盖高速公路啊，还有高雄的话就炼钢厂跟造船厂，很多原住民来这边帮忙，就是高雄，所以高雄的其实还蛮多阿美族的，就是我们那一带花东地区的很多原住民，所以原住民开始聚集在都会区，也差不多那个年代，尤其是60年代，台湾经济起飞，哇，这是历史呢哦，就有一首歌这样流传下来，啊，这首歌叫《祝福歌》，啊，这首歌其实很妙，它不是在家里面的人祝福离开家的人，而是要离开家里面的人祝福在家里的人。啊，歌词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我就先起床了，然后看到那个还在睡觉的那个父母亲们，还有家人，以前是睡大通铺。就父母亲从阿公妈妈开始排练的，你们有看过这样的大通铺吗？就从最老的这样排到最小的。他起床的时候很小心，然后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，赶快把自己包包先背好，然后就准备离开家了。然后离开家之前留下一句话，就是要希望家里面的人保重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不要太香了。哇，难过哦。对啊，偶尔也可以想一下啦。就是离开家里面的人会这样告诉家里面，不要太想我这样。啊，也是因为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不想让家里面的人看到离开家里的那个样子，所以才要趁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就先离开家了。但是以前的班车比较少了，那么早太阳没有起来的时候先离开家了，然后等火车等5个小时。是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窘境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就在那个年代，留在很多人的心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流传了。祝福歌，也阿美族的话就讲巴西瓦里啊，日出东方，献给各位。
少